早晨，但願你健康平安。滋潤我心靈的話語第2611篇，研讀路得記，得着盼望。他就把所拾取的帶進城去給婆婆看，又把他吃飽了所剩的給了婆婆。婆婆問他說：你今日在哪裏拾取麥穗，在哪裏做工呢？願那顧恤你的得福。路得就告訴婆婆說：我今日在一個名叫波阿斯的人那裏做工。拿俄米對兒婦說：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說：那是我們本族的人，是一個至近的親屬。摩押女子路得說：他對我說，你要緊隨我的僕人拾取麥穗，直等他們收完了我的莊稼。拿俄米對兒婦路得說：女兒啊，你跟着他的侍女出去，不叫人遇見你在別人田間，這才為好。於是路得與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處拾取麥穗，直到收完了大麥和小麥。路得仍與婆婆同住。路得記2章18至23節。原文字義：顧恤係關愛照顧，得福係遠得着神的臨在、恩惠和大能的保護。至近的親屬係屬業至親、救贖主，意即握有為我們救贖權利的一位。緊隨係捨不得，係黏住，常在一處係彼此捨不得。20節文意注解：活人係指拿俄米及路得，死人係指拿俄米已死去嘅丈夫及兒子。雖然大麥嘅供應係對路得及拿俄米嘅立時恩典，但拿俄米都有可能明白屬業至親嘅律法終將實行，以致死人嘅名得以保存。背景注解第20節：至近的親屬係一個近親，例如兄弟、叔伯、表兄弟等，佢哋負有雙重嘅責任。第一就係代贖回遺孀前夫嘅產業；第二娶遺孀做妻子，所生嘅長子歸佢前夫名下，承受所代為贖回嘅產業。23節嘅背景注解：個季節開始係於收割大麥嘅時候，整個收割季節持續7個星期，直至77節收割完小麥。喺今日嘅經文，我哋得到以下嘅亮光。第18節，波阿斯嘅供應超過路得所需，而路得係何等樂意同拿俄米分享佢所得嘅豐盛，同別人分享主恩，係蒙更深恩典嘅訣竅。第二，好多時候我哋失敗唔係喺環境艱難嘅時候，係喺當主俾我哋恩典之後，我哋卻離開咗主自己，以致主唔能夠再向我哋施更深嘅恩典。第19節，拿俄米嘅問話講俾我哋聽，應當飲水思源，享受恩典之餘，唔單要感謝賜恩者，並且要更多認識呢位賜恩嘅主。第二，作為父母嘅人，應該留心詢問佢哋嘅孩子每日係點樣度過光陰，去過咩地方，同啲咩人一齊，學校嘅功課做得好唔好，咁樣或者就可以防止兒童好多放縱嘅行為。第三，有啲人睇拾取麥穗算唔得係啲咩嘅工作，你從拿俄米同路得嘅對話裏面睇到，兩個人都認為係作工，度再次提醒我哋，工作係無分大小，無論尊貴或卑賤，都係主量俾我哋嘅一份，所以都應當盡心竭力嘅去做。第20節，路得所注意嘅不過係麥穗，主嘅糧食同埋賞賜，但拿俄米卻令我哋注意到嗰位賜恩者波阿斯。聖靈嘅工作永遠係要使我哋嘅眼睛從一切屬靈嘅恩慈轉向主耶穌呢個人身上。第21節，你要緊隨我的僕人拾取麥穗。呢度嘅意思係當我哋同主聯合嘅時候，我哋就同所有神嘅兒女聯合。我哋不但唔捨得我哋嘅主，我哋亦都唔捨得我哋嘅弟兄姊妹，直等到他們收完了我的莊稼。呢度意思係講喺追求主嘅事上面，絕對唔可以自滿，唔好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乃係要竭力嘅追求，直到主再來。第22節，不要往別人田裏，係指我哋需要聖靈常常校正，提醒我哋對主嘅話嘅認識。我哋蒙恩嘅秘訣，積極嘅一面係一直跟隨主，殷勤嘅追求主；另一面再唔以其他嘅嘢嚟代替主，再唔會從世界裏面去尋求我哋嘅滿足。第二，不叫人遇見你在別人田間，按原文有以免受他人傷害嘅意思，呢度提醒我哋信徒如果貪愛世界，難免受傷害。第23節，仍與婆婆同住。
當我哋有一啲屬靈嘅經歷，嘗到一點甘美滋味嘅時候，永遠唔可以停喺嗰度。我哋必須一直與主同住，受主嘅教導，我哋先至能夠被引進到更深嘅經歷裏面，直到完全。第二，我哋一面要住喺基督裏面，另一面我哋則唔可以離開弟兄姊妹。因為如果冇主，我哋就唔能夠過日子；冇弟兄姊妹都唔能夠過日子。我哋應當同佢哋一齊嘅追求，彼此勉勵，清心愛主。第三，呢一節講出路得遵從波阿斯同拿俄米嘅吩咐，又如撒母耳記上15章22節，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喺人生嘅曠野裏面，你經常都好似路得同拿俄米一般，經歷匱乏同埋流離。然而喺今日經文18至13節裏面，卻向我哋展開咗一幅充滿恩典嘅圖畫。嗰幅就係神喺人所睇唔見嘅地方，親手為我哋預備嘅盼望之路。以下係今日經文所俾我哋嘅教訓：第一，供應與保護，神嘅恩手從不誤事。彼得前書2章1至3節，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或作陰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路得不僅拾取麥穗，更帶回剩餘嘅食物，讓大家得着飽足。波阿斯嘅慷慨唔係偶然，而係神永恒心意嘅顯明。佢吩咐僕人容佢拾取，又從捆中抽出一啲留俾佢。呢個正係神勢利供應嘅寫照。今日我哋嘅神仍然係咁樣，喺似乎缺乏嘅時候為我哋開道路，喺似乎無望嘅時候為我哋存留恩惠。佢嘅供應從不勉強，總係豐盛。佢嘅保護不離左右，始終可靠。第二，贖回生命，他以愛為我們爭回未來。利未記25章25至28節。你的弟兄指本國人說，漸漸窮乏，賣了幾分地業，他至近的親屬就要來把弟兄所賣的贖回。若沒有能給他贖回的，他自己漸漸富足，能夠贖回，就要算出賣地的年數，把餘剩年數的價值還那買主，自己便歸回自己的地業。倘若不能為自己得回所買的，仍要存在買主的手裏，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業要出買主的手，自己便歸回自己的地業。拿俄米提及波阿斯係至近嘅親屬，呢句話背後係舊約中贖回嘅應許。至近親屬可贖回土地、自由，甚至延續家族嘅名。呢度預表咗基督為我哋所做嘅，佢以重價買贖我哋脫離罪同埋死亡，唔係因為我哋配得，而係因為佢本為恩典，佢係我哋嘅哥轄族親人，親自成為人，住喺我哋中間，以愛將我哋贖回，使我哋得着永恆嘅身份同埋基業。第三，盼望萌芽。從苦毒到信靠的轉變，羅馬書5章5節，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拿俄米原本稱自己為馬拉，苦嘅意思，但喺神嘅作為裏面，佢再次睇到盼望。呢個盼望唔係出於環境嘅突然轉變，而係因為佢認出咗神嘅手在動。當我哋定睛喺神嘅信實，而不停留喺自己嘅苦難中，屬天嘅盼望就會好似晨光漸明，越照越亮。賽亞書43章19節，看啊，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們豈不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因為我哋嘅神係使冇變有嘅神。讓我哋一同嚟禱告。親愛嘅天父，感謝你，因你係供應者、保護者，亦都係嗰位贖回我哋生命嘅救主。求你打開我哋嘅眼睛，叫我哋無論喺邊一種境遇當中，都睇到你恩典嘅痕跡，得着那從你而來嘅不搖動嘅盼望。此外，我哋祈求神持續感動人心，使更多嘅人支持天國大業嘅發展，願每一個人都感受到關愛，靈魂得以拯救，生命經歷轉化。我哋特別祈求信樂浸信會能夠達成年度嘅發展目標888，每個月奉獻88000蚊，並吸引80人出席崇拜聚會。願我哋嘅購堂夢早日實現，使天國大業能夠更快更好嘅擴展，讓更多嘅人領受神嘅恩典，讓呢個世界因此而大大改變。我哋都懇求神幫助牧師喺信樂浸信會成功推展門徒倍增運動同埋街頭佈道，
讓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夠過住順服三一神嘅生活，使教會興旺茂盛，成為榮耀神嘅見證。奉主耶穌嘅名求，誠心所願。